或者一種責任感啊，睇下點樣可以將呢個老字號傳承落去啦。因為以前細細個係屋企同阿嫲嫲一齊住，咁因為爺爺喺我爹哋7歲嗰時已經係走咗㗎啦，咁所以呢間鋪頭嘅靈魂人物係我嫲，就喺呢間鋪頭度守咗成60年，由40幾年守到佢六七年前先至離開人世。咁所以佢阿嫲嫲嗰個打拼嘅精神好犀，因為以前係冇女嘅企業家嘅，做生意嘅女人係非常之少。咁所以我嫲嫲係一個女強人，同埋帶大我爹哋大，有姑媽個姑姐。咁所以佢係一個好典型嘅傳統嘅女強人。咁佢有份咁嘅精神去打拼呢個鋪頭，去到而家。咁我覺得我仲有個孫，細細個都係一齊住嘅。咁我有好多嘢去影響咗，即係佢有份精神。佢嗰個能量係影響咗好多。